后来乡亲啊，过来这件嘛是死亡的车祸。南投草屯一个75岁乡亲到加油站油加好势，车骑出来，直接就翻过大路，结果互一台轿车为正面甲整落，各方拖行10公尺远，人是趴伫个引擎挂面顶，脚就卡伫个底盘，当场就亡生了。救护人员伫车祸现场要甲75岁技师救落来，因为伊的脚掉伫车底，除了救护人员，足侪人来斗相共。左手臂夹在引擎盖上，左小腿也一样，疑似这个开放性骨折。技师向救出来了后，无生命现象，救护人员赶紧甲送病院，但是无救回来。含技师相撞的轿车驾驶无啉烧酒醉，当时拢真大力，车的挡风玻璃拢破去啊，万马嘛落落来。驾驶当时是载有新的太太，对雾峰要向草屯开，经过新丰加油站的时阵，打加油尔，骑车出来技师就还没烧落。居民讲，这路段真危险。这礼拜已经安尼2件。当地人讲，这是往来交流道的重要的路段，车速拢真紧。车速拢足紧的，希望警方用来设一个迄个测速照相机，也是讲一个迄个路口的号志灯。这个加油站有一个入口，一个出口，出口的所在无青阳灯，所以什么时阵会有车对加油站出来，拢爱靠家己较斟酌嘞。较危险就是讲，主线道顶管的车速度真紧，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袂互动。附近的居民希望讲，相关的单位会当重视遐个交通的问题，看是要有青阳灯，或者是有测速的翕相，莫阁有这款的意外发生。